近来用会不足，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起关会活动，结合立委陈廷辉、市湾单一经服务处、曾之杰议员服务处、市湾李中勤服务处合办关会活动。8月5号伫北安关会站的爱心关会活动，吸引大批民众到场满受关烈会。叶董事长还有他的儿子站在我旁边，我们世新他们的团队非常的用心然后来办这个捐血活动。那今年已经是第2届了那叶董也说会每一年一直办下去。那今天准备了非常多精美的赠品不管是礼券还有这个卫生纸等等都希望说能够鼓励大家踊跃来捐血。现在呢，捐血中心里面有相当多的民众很热情踊跃的来捐血。那今年呢，应该是第2年还是第3年了？第2年了。那我们今天呢，准备呢再来打破一次捐血的记录，邀集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捐血活动。相信说发挥您的爱心，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一起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个帮助。除了东业建设以及多位明代帮忙，这次关会还结合了欧帕室内设计工程、五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生意橱柜公司、梦想家公司、祥鹤代书、华研公司等企业共同合作，最后总共募集到257个例会。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